劳动部劳法署员工因为霸凌行底路，佮传出前分署长谢依勇涉盗利罪，已经互新北市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就业安定基金的使用嘛引起真侪争议。今仔就有团体去向监察院检举，望讲监察委员会当来进行调查。劳动部11公布姓吴的公务人员行底路第2摆调查报告，认定前北分署长谢依勇霸凌员工。检方是针对谢依勇想要影响采购结果，得到不当利益的犯罪部分，认为涉案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共案的涉任的被告等12人，分别3万到18万交保。专案也予就业安定基金的使用问题浮上台面。有7人雇主团体12向监察院申请，希望追究劳动部的责任。他昨天已经被地检收押禁见了，可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核签这些费用，然后之后没有经过审计吗？所以我们告当时的劳动部的部长许明春，只有非常少部分的是因为低收可以免缴。可是你这样子去乱花，而且你竟然都没有我们代表失能家庭聘雇外籍看护工的这些雇主来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去看你怎么使用这笔钱。团体批评劳动部30年来向失能者家庭已经收取上千亿的就案基金，好亲像是残障税共款，煞捌公布各项的支出明细，滥用阁是予失能者家庭心真痛，审计单位是长期失职。提醒我们部长他一再的强调说，他挺的是外劳跟本劳，这些失能者在生病或是意外之前，我们就是本劳啊。对有部分做就案基金委员的专家学者说，涉嫌承担就案基金支付的标限，有利益冲突的道理问题。团体要求爱斗阵查清楚。劳动部回应会积极检讨，未来会增加专业监理，强化闭关机制。1个月内提出改善做法，也赶紧研究安怎降低外籍看护雇主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